今日想同大家講講我最中意嘅文玩 turquoise。大家經常會聽到綠松同美松呢兩個名，其實兩者嘅分別就在於產地。先講綠松，主要出產於中國嘅湖北省，由綠色至到藍色都有，有啲會見到鐵線嘅裂紋，不過普遍而家都會打磨，睇落去又滑又靚，價錢相對親民，啱初學者入門購買。然後我哋就講下美松石啦，最出名就係絕礦嘅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， 非常之有收藏價值。而家想入手嘅朋友，由於已經絕咗礦，好難揾，同一個產地美國亞利桑那啊，仲有其他嘅美松嘅礦口，絕對唔比睡美人差，顏色非常之藍，冇紋冇裂，非常之高瓷，具有收藏價值。最後就講一下松石一個最重要嘅關鍵詞，瓷度。瓷度係指石頭表面嘅光澤度同埋質感，高瓷係指佢表面平滑，光澤度好高，感覺好似瓷器咁樣，形狀清晰。呢啲高瓷度嘅石頭不但止靚，仲非常之有收藏價值。而相比之下，如果瓷度低，表面冇光澤，價錢自然就會較低啦。喺呢度提一提，大家必須要選擇可靠嘅賣家。如果你用咗美松嘅價錢去買優化咗嘅湖北綠松，就損失慘重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就可以直接留言或者 PM 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